係患上一個類風濕關節炎嘅見證嘅。咁喺4年前咧，因為佢喺醫院工作啊，咁所以咧就因為日夜顛倒啦，咁啊休息又唔夠，抵抗力又差啦，咁於是乎受到細菌感染，咁就手手腳腳啲關節咧佢就開始痛，並且開始腫，咁於是乎就要求醫啦，因為都繼續持續咗大概即係1-2個禮拜都冇改善啦，咁醫生就證實咗佢患上類風濕關節炎。咁咧就開大量嘅消炎藥俾佢食，咁就即係一定要食消炎，咁啊睇下嗰個指數有冇改善啦。咁其實佢最初一路升幅咧都好大嘅，係90幾個%，其實係幾高嘅嗰個炎指數。咁就食大量嘅消炎藥，咁但係因為食消炎藥咧對個肝啊各方面都唔係幾好，於是乎咧我就同佢商量，不如我哋喺坊間咧揾一啲即係保健產品可以幫到你消炎嘅。咁嗰陣時咩都唔知道，唔知食咩牌子。咁咧好彩有一次咧，我就撞到一個朋友傾開偈嘅時候咧，佢就用開艾多美嘅產品。咁佢就介紹咗咧艾多美嘅薑黃素，即係艾多美呢個薑黃素嘅關節健康片俾我啊。咁就係即係鏡頭呢一個睇唔睇到啊？咁咧佢就係咁樣嘅開咗出嚟之後咧，咁佢咧個啡色咧就係消炎，咁個白色咧就係幫助個軟骨組織嘅。咁我妹咧一開始即係好快就已經服用啦，咁就朝頭早就食2粒呢一個消炎先嘅，跟住到中午咧佢就食2粒呢一個軟骨素，咁就持續咗大概其實係1個月左右嘅啫，唔係好耐。咁佢翻到醫院復診，咁醫生就話：你個炎指數咧其實係有一個好大幅度嘅改善。咁佢最初佢一路食消炎咧，其實係食咗大半年，嗰個炎指數都係高企喺90幾個%，但係又唔可以唔食。咁你唔食就會繼續上啦，嗰個炎指數甚至乎要打生物製劑啦。但係你食咧又會傷到你嘅即係啲即係臟即係肝臟啊咁樣。咁我佢喺服用咗1個月之後咧，去醫生度復診。咁其實嗰個幅度咧係大幅跌咗咧，係跌到去10幾個%啊。咁佢由90幾個%嘅炎指數咧跌到去10幾未到20嘅嗰個指數。咁於是乎咧，佢就覺得咧原來艾多美嗰個薑黃素嗰個消炎作用咧係非常之高啊！咁期間咧佢仲加埋羅麗果汁啦，咁就係佢係用呢一隻羅麗果汁，艾多美嘅羅麗果汁，咁又係消炎作用非常之高嘅。咁佢每日咧早晚咧都會用呢個杯仔咧，大概有50 ml 左右，咁都係主要係幫助佢嘅消炎。咁個情況咧即係一路有改善。咁佢第2次嘅復診，咁跌到咁低嘅時候，醫生其實已經幫佢減咗個消炎藥，咁就減咗一個即係幅度嘅消炎藥啦。咁佢再食多3個月，佢發覺佢個自己啲手手腳腳都唔錯喎，即係個改善情況幾好。佢自己咧就夜晚嘅消炎藥咧都已經唔再食啦，咁淨係食朝頭早起身食1次，咁佢就已經用薑黃素同埋軟骨素同埋個羅麗果咧去幫佢自己嘅身體改善。咁而家大概維持到個炎症都係大概係10個% 左右啦。咁其實已經好好，咁影響唔到生活，咁啊扭毛巾啊各方面都係冇問題啦。最初係有問題嘅，咁最近咧佢就食埋呢一個RT 之魚入丸。咁佢其實係想減肥或者去一啲血脂啊各方面，但佢食完之後咧，佢就發覺佢起身個手指關節嗰個情況改善得更加好，令到佢更加舒服。所以咧呢3個產品咧係佢而家必須要食嘅產品嚟嘅。咁我哋都好多謝艾多美啦，即係認識到薑黃素同埋認識到羅麗果啦，等佢哋身體有改善。否則嘅話咧，可能佢而家已經打緊呢個生物製劑㗎啦。咁就我哋多謝艾多美公司同埋多謝產品，係分享到呢度。好多謝芬妮分